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受天气团影响，今日玉山合欢山雪山、嘉明湖拢落雪啊。严格渔民是唔敢大意，惊鱼仔赶死，不时去顺去看有风寒海。搁发生啉烧酒赛车弄死人的意外，高雄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啉烧酒赛车，造成一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缅甸军政府伫缅甸东部屠杀百姓，死者拢是老人囡仔，负责人较济，引起联合国不管要求说明。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天气，关心是受冷气团影响，低温加上水汽，今日伫玉山、合欢山、雪山、嘉明湖拢落雪啊。关山出现白色的世界是水甲，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明仔载，伫明仔载日时温度就会豆豆回升。螃蟹车出动，伫咧台14届路段来回螃蟹。冷气团低温加上华南分河区的水汽，合欢山27号半暝开始落雪，一直到早起7点，累积超过5公分。上山民众是耍雪耍甲真欢喜。下雪了，好开心哦！等很久吗？等很久。太管处合欢山管理站表示，为着防止路面结冰影响到安全，公路总局伫咧台14届远峰到花莲大屿林的路段，拜日暗时是入境来封路。拜一早起是限制开放挂莲仔的车辆通行，但是有缘有民众无了解状况，伫咧管制点向查落来。无是你袂使去哩啦。我有啦。无啦，你爱挂才去哩啊。我有啊。对啦，你爱直接挂啦。而且都爱挂的。系啊。我还未看到。无啦，这无摆啊大个好歹势。埔里公路段在今天早上有发布了，是从大玉岭到鸢峰要加挂雪链才能上。玉山是伫咧27号半暝3点15分落雪，气象局观测积雪已经来到2公分。局管处是表示，因为白云山庄到玉山主峰的路是真骨，地形真棘，而且当地风也真强，因此会持续派员向单一日来回的队伍宣导，伫咧白云山庄就来翻头。现在都一直在飘雪，我们山庄到玉山主峰全部都是在飘雪，劝你们全部都到这边就好了，在附近拍一拍就好了。雪山也为半暝1点开始持续来落雪，气管处表示，积雪已经来到5公分左右，伫咧369山庄就会当看到白色的世界。差不多369山庄以上都有雪况，断断续续的下了差不多6个小时。中央气象局强调，27号日时水汽会较减少，但是下晡因方面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缘是有机会落雪。28号开始气温就会回升，落雪也会停止。记者综合报道。冷气团到规关山落雪，水是水，严格用时业渔民就唔敢大意，惊鱼仔赶死。真侪渔民伫半暝半透水温15度以上的水去鱼池啊，唔望甲损失降到上低。云林大细渔民节再来到沙巴鱼和蛤蟆的混养地损失，因为这几间冷气团来袭，虽然温度搁伫10度以上，但真侪养殖户唔敢大意表示，因为鱼温混养蛤蟆。水较浅，无法度保温，一工爱巡视几外界才会当放心。也是烦恼啊，啊无你无放鱼啊，这拢总有法提的，拢杀袂了啊。这砍杀总有法提的啊，杀袂了会翕死着啊，提的翕死着啊。所以加减爱顾鱼啊。系啊，顾活起来这唔能扣提啊，无爱杀提啊。你少多伊咪是当时啊，当时个鱼啊，再要买个贵。有养殖户表示，今年1月初寒流来袭，就要造成气温的沙巴鱼损失5成。虽然这个是带着冷气团，但看地区气温可能会向降落来。真侪养殖户会启动水车和抽地下水来营运。惊氧气较有啊，嘛较袂酸较袂大地啊，酸较袂大水面啊，就抽地下水啊。咱只是为伊个，就干抽地下水尔。地下水抽起来烧的啊，烧的鱼仔会来打，嘿，较袂当伤的啦。云林县政府乱出表示，这个月气温有下降的空间，嘛要呼吁沿海地区的渔民爱加强防洪措施，买当地气温的变化来打防风病，也是强化保温顶工课，减少沙巴鱼诞生诞死的几率，将损失降到上少。记者云林报道。
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段2点公布，今仔日咱国内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新增加16个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咱的空手道代表团又搁加1个。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12月28到明年正月初10，继续维持2级警戒。对于1月初10开始，入境 PCR 检测的报告要调整做2天来采检才准算。若进前后面有通过承认咱的所谓预防下注射证明，明仔载开始，民众就会当去网络下载所谓版本的证明啊。咱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那我们今天这个没有本土的病例，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这移入的有16例，这一例总共应该是有12例多增加1例了还是延续到12月28起到1月10号，还是维持2级的警戒，所以是从1月4号下礼拜20时起，那入境的 PCR 的检验报告调整为2日内就是在2日内采检。那我国民众能够加速入境欧盟等国家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那我要从明天上午8时开放下载。若根据统计，咱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6000例。根据健保署的资料，有8成的患者验无病毒了后，不过其实拢有流病尾，人会肾抖抖，而且会喘，胸坎会痛。三军总病院有开整合门诊，互治病患者会当真正好利恢复应过生活。这位吴先生之前患着新冠肺炎，即马是复原啊，不过讲话也是加减会喘。伫3种治疗的确诊患者，复原了后有6成3的患者，因为心肺的功能受到损害，体内酸素无够的情形之下，7成2的患者体能的状况是比一般人平均值还佫较歹。即使复原了后，也是有病尾，包括可能会有人肾喘、气会喘、胸坎痛、关节痛、肋头毛、神经甲筋膜病变等等的症状。回到家就变成有忧郁症，睡觉睡不着，食欲也不好，瘦了10公斤。这生活整个打乱掉了。来到3种的肺复原中心，患者挂 EIT， 就会当通过感应器监测肺部恢复的情形。运动的时阵挂电子线，嘛会当远端监控血氧、心跳加血压。大部分确诊佮复原的人，因为病尾是感觉真困扰，即马3种整合门诊，透过高压氧治疗中心，帮助患者会当赶紧恢复日常的生活。那这高分压氧气呢，除了提升免疫力之外，它还有一个呢，就有组织修复的这样一个机能所以借由组织的修复呢，包括肌肉、包括神经血管，加速呢它这个病情的一个恢复。即马年就要到啊，大家也是爱真要意防疫。为了消透大间病院体检的量能，即马有专门提供予申请专案居家检疫的民众，为日起开始，会当塞车或者是搭客运车去大家和平公园内底，伫车底排队，民众毋免落车，就会当直接做采检，而且为即马开始会实施到明年的2月28为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高雄昨昏是发生啉烧酒赛车弄死人的意外。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啉烧酒赛车，启动着当地过大路一口罩4个人，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赛车这个查甫人真正是抓唔惊，因为之前伊已经啉烧酒赛车互掠过2摆啊。今日早起伊做笔录，若伊车顶的朋友是讲有甲苦劝，毋过就硬要驶。即马坐伫车顶的嘛拢爱防罚。深色轿车来到高雄河东路甲国民街口的时阵，弄着要驶家的林姓一家4口，妈妈洪强烈弄甲拖颈当场死亡，爸爸甲2个查囝嘛受伤，家财无性命危险。当时车顶阁有驾驶的朋友，第一时间离开现场，赛车的人拒绝夜间的侦讯，一透早甲派出所来做笔录。你知道你撞的是一个妈妈吗？面对问题拢无爱回答，不过由警方查到，民国95年、98年拢有酒后赛车的记录。车祸当时，伊因为最近一届酒驾5档内底搁再关，早就是吊销驾照的状态，还阁无照来开车，造成这届的伤亡，嘛互死者的厝边是非常唔甘。当地里长讲，因这口罩非常的热心咧服务着邻里，但是这届车祸却互因家庭破碎，真正受过可恶。较好的啦，甲这厝边你讲问看嘛，这是足善良的人，对不对？不然人家足气的。市长震怒。并且指示交通局、警察局必须加强道安大执法。
当时车顶的朋友自行到案，虽然讲伊有甲对方口抗，毋过锁匙互伊骑走，但是最后还是坐入去车内，依法互开罚600到3000块。对着即厝的伤亡饲虎要求爱重罚，毋过酒驾防治关怀协会认为，就算修法爱重罚，法官也无重判，还是无法度有效来防治。酒驾累犯致死以及重伤，可以处以无期徒刑到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法官的审判必须依照重刑去量刑，不应该轻判。协会表示，经验的判断，只要警方有取缔，酒后赛车的比例就会降低。最近阁是每月定定咧举办的时期，恐惊阁较侪民众来啉酒，呼吁警方爱加强取缔。记者王柳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台南下营有一个食到90岁老阿嬷，伫昨下晡爬悬去记树仔，无说伊全厝去，加上伊的腰手绑安全锁仔，吊伫半空中，害有惊无险。消防警员赶紧去救，嘛呼吁老大人爬悬真正是危险，叫事实做就好啊。啊，无你也是去病院看卖啊！吼，去病院看卖啊！消防人员甲这个负责人为两公笑悬的所在，甲伊救落来了后，赶紧甲伊送病院。代志发生在2日下晡5点多，台南下营消防分队接到通报，一个差不多90岁的负责人，因为爬梯要去入记树仔，结果一个徛无在，险险搬落来。不过因为有锁仔是挂伫半空中，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到现场，是随甲负责人送落来安全的所在。一只脚倒钩在那个卡住在树枝上，那发现木梯压住了，那我们就用我们2个人，一个去帮他的脚把木梯移开，然后另外一个下面做固定，然后再把它顶上来，把它做脱困。消防队员讲，这个负责人伫咧记树仔进前，有先伫咧分尸顶绑安全锁仔，所以伊搬落来时阵，加在是有锁仔揪掉咧，才无规个向对涂骹去。经过消防队员的协助，送病院了后，并无性命的危险。针对这点，台南市消防局嘛呼吁，都要避免集会人做这种高风险的工作，较袂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民进党正在推动新竹县市合并升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苗栗县长徐耀昌、新竹县长杨文科今日同齐开记者会，发表拿赢的看法。伊是认为警事爱看班。不过新竹市长林志坚是表示，这个案有必要，嘛真紧急，唔知影国民党为怎样要安尼拖刷刷。地方制度法当咧伫立法院进行修法，看到德德合并升格一定要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出德德苗科技岛反制，而且邀请新竹县长杨文科、苗栗县长徐耀昌、甲议长李惠定。德苗民代表开记者会，强烈诉求2026德苗合并做科技岛的升格对案，佮公布民调强调得到多数支持。只有1成左右的人赞成是2022，也就是民进党的仓促立法已经让竹竹苗地区的人非常的反感，尤其年轻人更夸张，80%以上都主张是要2026。急就章绝对不是好事，事缓则圆。朱立伦批评民进党想要2022得到升格，完全是一党之私，无顾到苗栗的地方发展，甲财政收支划分。徐耀昌也表示，以往关市升格拢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无应该匆忙进行，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仓促行事，这不是霸凌，是什么是霸凌？那我要请教朱立伦主席，如果林志坚不参选，那是不是朱立伦主席可以公开支持加速修法，来促成竹的合并升格？面对国民党积极有选举考量，林志坚强调，合并升格修法过了后，每一个人拢会当选。也询问朱立伦，认为合并升格是为了国家产业发展。国民党却将合并升格议题扭曲成政治恶斗，感觉真可笑。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华县嘛要拼升格，希望争做咱台湾的第7都。县长王惠美伊是表示，中华县的人口已经达到升做直辖市125万人的标准啦，所以嘛已经向内政部申請審議。伊是希望會當通過，安尼就會當甲台中市爭做中部農業引進，帶動中部的發展。
中华县长王惠美来到环林宣传中华县的元旦庆祝活动，再一次讲到中华争取升格。王惠美强调，中华县已经达成共识，唔免修法，就达到升格要件。不过，若是和新德县市先来合并升格，对着中华人是真无公平。中华人也无比人较细汉啦。我们有资格升格的人没办法升格，那没资格的人都升格了。你看，我们120万的县民一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吧？条件最好的是彰化，我们不用修法，人口数也够，那条件也够。王惠美表示，目前新德县市搁再因为受地质法来混淆，不过中华县的人口数已经达到升格直辖市法定门槛125万人，唔免修法就会使直接来升格。而中华县搁有产业、人文以及交通的要件，如果若是顺利升格，就甲台中市成为中部发展的双引擎。已经伫27号、3号来进步来审议。不过中华民众对着升格嘛有无共款的看法。升格当然嘛较好啊。以后你什么啥拢一定有差，伊的经费嘛有差啊。你升那么多干什么？一个台湾就这么小啊，大家都直辖市啊，其他像你规希望甲升升的，大家拢直辖市。中华县府表示，顺利升格了后，就会吸引更较侪企业以及青年回流，营业税收嘛使因此来增加，嘛成为中华改变的新机会。希望中央今年来审议。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来关心资本伫年底要核定的基隆捷运，即马可能会去前着。交通部已经正式讲基隆、双北3个首长，虽讲对路线已经有共识，也毋过细节的部分也阁需要参详，因为问题就出伫北斗站要安怎搬车。代替北斗站北地情况，未来基隆捷运将伫遮甲代替强站转坐。交通部希望互在地转坐更较便利。公布评估，敢是可能共用柜台，也毋过铁道局分析，代替机制系统无共，若是共柜台，只会当单边共用，执行上可能有难度。所以目前偏向旅客行天桥还是地下道来转坐，细节也在规划。8堵的这个转运的部分啊，这个地方到底要用同站或是同业台来转乘，现在在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评估。还有包括8堵这个沿线，如果它是一个端末站，它沿线的整个车站周遭的包括一些我们交通的设施，要怎么来处理？原定伫年底前完成综合规划的基隆捷运案，铁道局承认时程真赶，也毋过又愿以12月31日为拍拼的目标，因为刷落来宽屏征地的环境调查，就需要2个月作业时间。估计基隆捷运案伫明年后半年会当进入宽屏作业。基隆捷运拖延几啊摆，总算要定案啦。也毋过国民党团批评交通部最近状况连连，像高铁选举前期代替突锤，礼拜二也有货轮弄港的事件，要求交通部长王国材爱负责。当港务公司的董事长，半年之内出了2次的事情，这个会期结束。王国材就应该要离开这个位置。交通部回应，货轮弄港除了天气，可能也有人为操作问题。航港局当在进行调查，运安会也会立案处理。调查有结果，就会以停诉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民党提案公投北大选无通过，也毋过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即马有民进党的立委提案，建议甲修宪复决公投案甲大选北做伙同齐举办。这是引起国民党的不满，批评话拢恁咧讲。中选会是回应讲，因为修改宪法是高度政治性的议题，目前法律无够，所以干那会使用这款方式来处理。12月18公投结束，中选会早起去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做相关业务的报告，针对4大公投的投票率，干那41%，公投北大选这个案嘛去互否决。不过立法院最近召开修宪委员会。有民进党立委提议讲，修宪复决公投案应该甲大选做伙举行，引起国民党强烈的质疑。不管要复决、要公投或是一般的选票法选举，都是希望公民参与啊。越多公民参与，越有代表性，越表示民主发达。宪法的修改哈，这个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东西啦。对，所以我们的法律规定不足，因此的哈，所以要不要补漏啊？因此，当然最好是公投法里面能够有详细的这个程序上的规定。在没有规定之前，我们只能够照现有的增修条文以及立法院的决议。
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呼吁执政党对公投的态度都要一致。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是强调讲，针对宪法复决，目前公投法并无明确停诉的规定。民进党立委是全力护航，讲这届公投的投票因为无别大选，所以特殊是真好，嘛有顺利完成开票。但倒是烦恼讲，明年1月份要举行的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开票的特殊。国民党伊认为你中央的选务人员伫遐变怪怪啊，咱民进党认为是地方的选务人员伫遐变怪啊，是安怎拢有这个声音出来？所以我伫遮嘛要呼吁啦，咱的政党候选人，恁推荐这些干票员出来，不要为难他们，让他们能够严守中立来执行他们的职务。因为台中第2选区有258个投开票所，根据台中选委会规定，各候选人会当派104个人去投票所来干票。不过，另外154个投开票所，恐惊就无法度派人去干票，惊会有乌箱作业的疑虑，是搁一个引起拿着双方的攻防。台中第2选区的竞争是真激烈，每一个投票开票的细节，拢需要真要义。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台海局势有较紧张，咱台湾甲中国的武力无对等，传出咱陆军有向美国采买防空飞弹，毋过进度有去前着。立委所以要求讲要冻结明年度这项预算。也国国防部长邱国正伊今日是表示，目前拢有照起工，无人甲讲这案有啥物问题。林法院国防委员会2次审查国防部明年度预算，几啊位国民党立委集齐，陆军2018年开始付钱向美国买刺针飞弹，专案执行期间已经过一半，不过到今还未处理，军方可能也要延长执行时间，明年度预算也只变7万。立委提案冻结其中69000块，要求提出书面报告说明，才考虑要安怎做。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一切拢按照计划进行，并无拖延。事实上，我目前都在按照节点在做目前没有人跟我反映他怎么样延宕的问题。也有几啊位民进党立委批评，陆军最近加强刺枪式训练。不过，这并不是现代化战争首要重点方向，要求删减陆军教育训练业务费600万。不管刺枪、防身术、夺刀夺枪，这都是有必要的。部队的训练是各种各样的不能讲单方面研判将来用不到，我怎么会知道用不到呢？国防委员会最后决议，甲其他立委教育训练相关提案并案，冻结部分预算。但军方提出书面报告了后，才来决定。另外，国防部正伫向立法院提出一份台美军方互相访问的书面报告，公告等疫情缓和，将争取美国国防部高阶官员来台湾访问，进行双边政策对话。今年这1年来，不可讳言的受到疫情的影响蛮大的，但等到如果一旦疫情过了，经过评估可以了，我想这也是交流的范畴之一，我们会持续来做的。邱国正强调，国军无有设立场，就等疫情过了后评估要做方式甲时机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缅甸东部去亚邦自视平安夜，传出有38百姓，有老的，有细汉的，冒负人人，互军方杀害。国际人道团体嘛传出有2个工作人员失踪去，这是引起联合国不满，要求缅甸爱调查、爱说明。克伦尼人民防卫部队是反抗缅甸军政府上界大的民兵组织之一。25因提供相片予国际媒体，逼抗政府军伫东部克耶邦的普鲁索镇来攻击边民的车辆的消息。克伦尼人民防卫部队讲，因这战士伫前一天的附近和政府军发生激战，了后，伫公路发现几落台当咧庆烟的车的残骸，还佫有38具少年劳工子和妇女的尸体。国际人道团体拯救儿童基金会25对外发表声明，讲因有2个结束伫当地的人道救援工作人员，准备要返去厝过节。开车经过普鲁索镇惨杀现场，到今还佫下落不明。也若因所驶的车经过当地证实，嘛有伫这个案发的现场，共管去防烧去，并且有防攻击的现象。联合国人道事务甲紧急援助副秘书长葛瑞菲斯26对这件代志来感觉真惊吓，并且要求缅甸政府要爱展开调查，
对这件代志，军方的发言人的讲法是讲，因伫普鲁索镇发现到7台轻机正可疑的车辆，要来阻止因发生的过程来发生冲突。独立调查团体缅甸目击对外证实，24平安暝迄天，军方伫普鲁索镇残害这个老的消息，并且引用卫星资料，讲当地时间下晡1点有大火发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巴西东北部连续落大水雨，日有2座大水坝放弃，赶紧疏开住伫水尾的民众。那北美是因为寒死时，加拿大出现极端的低温，零下50度。美国的圣夏岛嘛落暴风雪，交通拢未通。那伫亚洲的日本嘛因为落大雪，航班互取消。徛喺外口的街路变成河流，这名查甫人趴伫冲起珠仔顶被水浸浸。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美国先是关于水坝溃堤，隔顿讲另外一座水坝也因为水位受满放弃，大水淹没当地河流，规区的民家厝浸伫水中。民防官员表示，我2个月一直落大雨，已经有我20人死亡，包括一名不幸淹死的60岁邮轮业者。州长表示，有40万人的生活受到冲击，大约有67座的城市，数千人可能面临山顶大水爆发威胁，已经封疏散。气象专家表示，12月份的降雨是往年降期平均大概6倍。Até se arriscando para salvar outras pessoas mais vulneráveis, idosos, crianças. Se jogando na água, andando com água até o pescoço, usando boias. 北美地区即马是非常的寒冷，日落加拿大西北部地区的 Rotorua 出现摄氏零下50度极端的低温。环境部官员预测北极冰洋积将冷空气射向萨克切万省部分地区，低温将会继续几夜天。美国方面，摩萨鲁西、西雅图甲波特兰登陆过白色亚弹，有真侪件降雪通报，通行受到阻碍。气象预报，这2个所在可能有2.5公分左右的积雪。伫亚洲，日本海一边有大雪，其中近畿北部降雪量创纪录，陆空交通混乱。根据 NHK 报道，27早起，兵库县和田山已经落71公分的雪，滋贺县燕耕市68公分，拢是有纪录以来新高。气象厅警告大雪可能会阻碍交通，此外2大航空公司全日空甲日本航空已经取消超过100个国内航班。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影响飞行机班的也有疫情，因为 Omicron 是拖甲真凶，全世界这几天已经有超过6000座航班互取消。也阁有真侪旅客嘛是硬要去度假，也是耶诞节要登去团圆，要登去过节。美国的机场同款直通通。耶诞假期的礼拜六，全球空运交通因为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大受影响。一寡航空公司因为机组员确诊，也是有接触数必须隔离，导致到人员无够，被迫伫一年上无闲的时阵取消部分航班。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yWheel 统计，全球耶诞连假已经有超过6000个航班被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甲中国的航班。美国敢若25即天都900多班取消，26预定也有上千航班取消。不过，一寡民众决心无要互疫情连续第2年阻挡团圆甲度假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华府雷根机场这重要转运站，也是有南来北往的旅客。虽然等待时间较久，现场也真客，不过特殊大概上良好。It's a little stressful, but we made it. We're here. We had the first flight out this morning, so we thought we'd be okay. Worked out well. The kids wanted a place that has snow, so we picked Seattle. At this point, I think we are loving it. We like being able to travel after a long time as a family. Omicron 病毒即马是美国上主流的病毒株，差不多占新增加病例的3/4。东华地区达到9成，纽约市开始加入发送快筛试剂，检验站也出现排队的人阵。虽然目前医疗系统也会当运作，不过商业活动、运动比赛甲耶诞旅行计划拢受到影响。拜登政府伫确认即马的辉瑞、莫德纳疫苗加强射会当有效抵抗 Omicron 引起的重症了后，已经宣布要伫年底取消顶个月对于北亚非洲南部上先发现新变种病毒的国家所实施的旅游限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南非大主教图图26过身，才甲90岁。国际领袖、宗教界拢有发表哀悼，悼念这个南非的良心。图图捌伫2007年来咱台湾访问，参访义工教会，甲林义雄2拜受难者的家属见面会谈。
南非大主教图图是伫开普敦接近安养机构过身，伊基金会讲，图图离开的时阵病情安详，无说明死亡原因。因过大家拢知影，伊自1997年诊断做前列腺癌接受治疗，2015年开始就几多遍出入病院。各国领袖英国女王加达赖喇嘛拢表示哀悼。He named wrong wherever he saw it and by whomever it was committed. He challenged the systems that demeaned humanity. 今年10月初7，图图挂虽然坐轮椅参加教会活动，大家替伊过生日。5月时阵公开做新冠预防社，伊在生的时阵正摇摆正敢讲，经历过种族隔离解禁，主持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就职。We are the rainbow people of God, and one man embodies this new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and unity. Welcome our brand new state president, out of the box, Nelson Mandela. 因过也对南非了伫咧解决无平等、暴力加腐败问题表现歹提出批评，唔捌加入曼德拉创立的执政党，也因为看袂到进步，不爱支持。I won't vote for them, and I say it with a very sore, very heavy heart. 图图1958年因为反对亲肤色人种学生无平等教学制度，离开学校加入成绩。1980年拜会总理普塔，希望结束种族隔离政策，要互政府接受伊的号召。1984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1986年成做第一位被任命的亲肤色开普敦主教，79岁退休。因过有关伫咧 LGBT 加气候变化等重要议题发表意见。面对强权，伊大胆敢讲，因过对百姓正自卑。伊甲民众最近唱歌跳舞庆祝，伊心情的种种，拢留伫咧民众的心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进程，传出有人用公路总局的 IP 去介涉嫌拍入位高假如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伫维基百科网络顶头的资料。公路总局今仔日证实讲，经过清查是人工监理所一个临时人员。那伊是表示讲，伊敢若是因为好闲才会去改，敢袂防处罚。监理所讲，搁爱开会讨论。一位高家如姓林的前男朋友涉嫌甲起卡动手了后，即马所标出有无签名的用户，利用公路总局的 IP， 偷偷甲姓林的男性维基百科的资料改掉，即马探小组案外案，也那公路总局扩大清查了后，证实是人工监理站的临时人员。他是用好奇心的心态去做这个事哈，那我想这个同仁大概也很自责啦。那我们把相关的案件交给北市所去做后面人评会的讨论，来决定后面的惩处啦。公路总局的局长柯正中表示，这个当人平常时也是真美手，嘛无介意出风头。伊讲，伊是因为好奇，才会伫咧下班时间去甲伊做修改。不过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伊所甲相关的记录拢删掉，内部调查伊嘛无爱承认。伊便讲，因为要向警方备案，就是讲侦查无公开，所以才无承认。我们受理好这个案件以后，把相关内容我们有请示主任检察官，认为说没有违法，也才是说不用送办。内容是有涉及就是侮辱他人人格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有刑法上诽谤的问题啦。维基百科等等的开放平台，可能去互网军利用来影响大众的讨论。有律师就讲，写的内容若是无影无迹讲作恶，都有可能会有诽谤或者是公然侮辱等等法律的责任。不过律师嘛讲，伫实务上，相关的案件去互法官判刑的几率并无悬，甚至 IP 设伫外国，若是要查到违法的情形是真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府要打压查处价查房市，内政部进前有通过5大措施，针对挑故意查处价人，上重会罚判3年的有期徒刑。这个草案即马等在立法院审议。内政部的处长花敬群今日参加社会主体动工典礼，伊是强调讲，动法是要罚这恶质含糊的查处价，大部分的消费者是唔免烦恼。行动图。参加社会主体的动土典礼，内政部处长嘛是这个自导中心董事长花敬群，伊来报好康的讲，规台湾今年已经来策动14000户的这个款社体，期待讲明年会当刷咧来起。这几年来炒房的议题火甲真热，内政部杀出5大预防炒房的措施。
包含讲全面来限制贩仔厝换药来卖，还是讲司法人买厝的许可证。上届互人置心的是，针对这款恶意来炒作的人，上届当会当甲判3年的有期徒刑。重点，它的概念是在说，它一定是透过实际的买卖交易的行为，而且呢，它有一些例如说纠团不当的垫高价格的那样的过程，它必须要有证据。内政部杀出硬斗的政策，引起建商甲房仲业者热议。外界正担心修法的对象，华景群回应讲，针对恶质的联合炒房，这款的具体行为，若是讲伤害，就会来造成市场的惊吓。嘛，必须要有证据，才会当来用刑法。大多数的消费者唔免想过头担心。当然，刑事的裁量，假设真的到时候立法通过，最后还是要由法院来做最后的决定了。我也希望说，绝大多数的民众和业者，你不需要恐慌。其实多数人都是奉公守法。不二个顶悬若有路，下边就有坡。投资客无要买大房，改买小房，也是讲转向中古屋这款市场的趋势。安尼政府敢有斗大的对策呢？华景群强调讲，打房是政策方案。若是相关的草案，就爱互立法院来审议通过。伊嘛咧讲，就爱避免用投资的眼光来行入房市，因为若是安尼做，就无介巧。记者综合报道。1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是73.02点，是连续5个月落败。其中6大指标有5项拢偏向悲观，其中物价水准的信心阁创下金融海啸以来新低。最近的物价万项拢得起。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头一波政府的稽查会针对民生物资开始查。最近，行政院指示法务部成立下部会物价联合稽查小组，顶礼拜已经来展开实际的稽查。头一波稽查的对象是以餐饮业为主。经济部会就民生的物资的成本部分会做分析，然后会提到稽查小组那边去讨论。我们掌握到的进口的成本，那厂商提供给我们的资讯等等。另外，伫个进前有立委讲，针对这个吊悬价的业者，明年基本工资补贴，ក៏无要搁发放哦。王美花表示讲，伫个演议内底，无排除讲甲纳入去这项条款。相关的工资的补助的问题哈，那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可以在相关的办法里面怎么样去提到？那我回去之后会跟同仁再讨论一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研究发展中心公布12月消费者的信心指数 CCI 73.02点，连续5个月是初低。6大分项指标3个月上升，还有3个月是初低。敢若有这个未来半年买耐久财的时机，122.05点，偏向较乐观。其他5项指标拢无通好。其中，这个物价水准是34.15点，嘛创下这个金融海啸以来上界低。就是物价的部分呢，它是这次的指数是34.15点，跟上个月比是下跌1.3点哈，是创了那个民国98年9月以来的新低。95%的民众认为未来半年我们的物价是会上涨。受到中学疫情的因素影响，脱岗欠工，国际原物料起真济。经济学者认为讲，明年通膨的压力也是真大。目前政府敢若会当介入，恐惊讲敢若来处理这个违法大量囤积的这个业者，因进口的成本敢若会当回归市场的机制。不二个通膨对中价收入户的压力搁较大，建议讲对这个税费、租金、教育费来甲做补贴，通来减轻生活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嘛咧欠工。今年、下年元旦休3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国，这是好着咱国内的旅游。真侪大饭店讲拢已经要订啊，有的饭店订房阁有9成以上，也毋过饭店颠倒出现欠卡手、无人工。因为年中出现本土疫情，真侪大饭店甲员工洗头路，即马生意变好，却大欠工。
今年下半年，台东县的观光人潮涌入，各大饭店的订房率也明显提升。尤其到年底跨年，台东饭店的订房率会当讲客满。饭店业者后半年也明显感受到无平时假日气氛，也过受到去年甲今年顶半年疫情高峰期国内旅游人潮减少的关系，部分饭店员工放无薪假也是自遣，即马又起转来啊，也过员工煞无转来。台东县观光协会估计，旅宿业即马上欠基层的帮扶甲餐厅服务员，至少每一间饭店拢欠10至20人不等。几乎100间以上的，我看缺工的人数都到达20-30个人，所以是非常的人力非常的紧。台东县就业服务站表示，已经陆续接到餐饮甲饭店业的人力需求，目前大约有180个缺，也过来应征的求职者无济，主要是到年底大家转职的意愿无悬。要回到相关的行业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加上目前已经偏向这个年底了啦那转职的意愿也比较低。台东就业中心分析，部分饭店所在地可能较偏远，求职者也会考虑交通因素。饭店可能爱提供较好的福利条件，才会当吸引求职者。后个月台东就业中心会举办征才活动，有需求的业者甲求职者会当当面好好讲。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新闻来关心，花莲县政府为着要修缮中历史，甲日本时期花莲港新社遗址的土墙甲卡掉，也毋过县政府无依照文字法的规定，即马拆掉可能就乌有去啊。这是花莲市美仑山顶的中历史大亭，原本伫日本时代用阿摩头空的石壁围墙，伫9月份改建做温室的壁，原地的遗址拢无去啊，敢若剩正边还有一个石墩尔。我们是看的是蛮心痛的啦。1916年开始到现在，它一直就存在这个地方。最近的工程啊，它就是把这个近100年的这个挡土墙的部分，就整个都把它破坏掉了。互人感觉震撼的是，县府施工进前并无甲文化局申请评估，施工了后才发现这2堵壁是花莲港新社的遗址。地方议员嘛几啊届请县府来说明，不过一直拢无得到回应。在文化资产第15条，可能要询问给文化局这边，请他们派出专家跟地方的一些学者来这边看，这样。负责施工的县府民政处表示，中历史这堵壁因为2018年2月初6的地动受到损害，若无修复，恐惊土石会流失。不过施工进前确实是无向文化局来确认评估。现阶段呢，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它是否就确实是我们的这个遗址，或者是受文资法保存的这个必要。那我们也在跟我们的文化局了解当中。那如果有，我们就用最大的心力来把它挽回或补救。县府文化局是表示，中历史附近的新社遗址，伫民国92年甲94年拢有做过铺查，不过因为无文化资产的占列，所以到目前为止拢也毋是受到保护的项目。这个事件嘛无进入文化资产价值的评估，所以无法度判定敢是高值，嘛无法度做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高树有几若比国有地点较偏远，无人敢管，风头乌沙石啊偷倒粪扫。屏东县政府甲国产署用5年的时间来囤土转做绿能发电，即马打造供电的示范区，今仔日正式启用。未来逐年拢会当发电超过5000万度，有够户9000多户来使用。一排一排供电板整齐嵌伫屏东高树的土地顶面。这国有地10多年前因为地点偏僻，无人管理，常常业者偷乌沙石，上侪是有35个深度5到20公尺的大窟窿，也防乌白蛋废弃物破坏环境。屏东县政府和国产署开5年的时间，甲窟窿填好平，将这个所在改造做台湾头一个用沙石场转型的供电示范区。这些都是未来整个发展的主流及趋势。那屏东县政府现在也着力跟台电的合作，未来的一个整个储能的一个设施呢，能够让未来这个绿能的发展能够更永续。高树供电示范区第2次正式启用，县府伫民国106年底和台电各供电业者合作，伫无适合种植的农地顶面设供电板，按算未来当年会当发电大约5075万度的电。供应高树乡大约9100户的家用，减碳25000吨。台电也专工起电塔，下过老农 KQ 线，确保送电无问题。这座铁塔上面有高压电，有这个配电的线路，还有我们的太阳光电的线路，所以等于是由台电公司一次来施作，把线路共架在跨河的这个铁塔上面。
潘明安表示，屏东目前光电发电逐年大约3亿度，希望会当伫明年顶半年达成目标，互屏东县288000户的民生用电全部来自日能发电，加做全球头一个 RE100绿电城市。记者综合报道。受少子化影响，大专院校拍拼咧招生，也毋过嘛，风声讲北部某一间私立的科技大学，因为一寡科系停止招生，即马剩4个系尔，甚至阁要改名，号做技术学院。准讲有影，就会是咱全国头一个。教育部过去鼓励基职专科学校升格，有7成的专科学校选咧升格成做科大，即摆受到少子化的影响，招生真困难。传出北部有一间以影视科系为主的私立科大，原本有11个科系，即摆干那剩4个科系有咧招生，还佫有出现3个学院共一个院长，含即个国际长，这个职务是即个职员来兼任的，甚至佫甲即个名甲改倒转去技术学院。重点不是合不合准技术学院的这个改办，重点是要严格的观察这个学校教师有没有被逼退，学生有没有被要求转学的状况。因为这间私校，假使讲若是改转去技术学院，安尼会是咱国内头一个改名的例。高教工会呼吁教育部，就爱来保障师生的就学甲工作权益。教育部强调讲，假使这间学校若是申请改转去技术学院，就会来开会甲审议。一旦若是改回去技术学院，就袂当阁用这个科大的名。这样的一个学院改名成大学的一个腐烂的现象啊，是值得我们教育部好好的警惕啊。我们很多的政策都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办得有特色啊，那么就是把所有的资源聚焦啊，投入，那办得都有特色。那我相信，社会、学生、家长、产业界都会认同的话，那么就算技术学院，它一样可以发展。记者嘛有打电话来这间学校，校方的公关主任表示讲，校方目前确实是干那有4个科系咧招生，为着要配合产业的变化，即马当咧来配合这个科系来甲做修正。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这几天因为未当出国，咱国内旅游有变较兴。屏东县政府为着要让游客更加了解客家文化，专工训练客家庄的文化导览员，互相了解地方的在地人，了解庄仔头每一卡刀的故事，互大家认识有深度的客家文化。有没有什么时候建立的？哦，对。对港解员的脚步行入屏东六堆的客家庄，感受古厝老家的水。这几天国内旅游的比例增加，认识各种族群文化意识嘛愈来愈强。有的民众的旅游行程未安排伤侪景点，会经一2个所在深入旅游。屏东县大这个时势，开全国客庄文化观光解说员的认证课程，望由在地人向游客说因的地方故事，要让大家在里面发生情感，所有的他的故事就是要由我们的文化观光导览员来形塑。去年我们开始有了嘉东的这据点之后呢，接续在今年再甄选了3个据点，一个就是高树的，还有我们的竹田还有我们的新皮。这3个地方因为的迁徙关系，人文脉络也不大一样。目前屏东有4个乡镇有文化导览员。这挂导览员拢是经过56点钟的课程，参加认证考试通过了后，才会当出来带游客游览。未少成员本身有家己的头路，不过因为介意客家文化，半工来进修，望利用因有闲的时间，学到更较侪客家故事了后，出来讲给游客听，互更较侪人了解客家庄的风情。但未来我们走向就是要永续经营，结合旅行社还有观光单位。共同让屏东县的客庄被看到，让大家能跟着带路人欣赏到不一样的一个知识，能吸取更不一样的土地养分。除了客家庄的文化导览员，这阵屏东县府嘛按算甲旅行社、民俗等等合作，推出更较完整的旅游行程，互来佚佗的游客唔来当看到客家文化，连这大盘手拢安排甲舒适，拍出台湾客家庄的品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云林大溪，这有一间幼稚园甲派出所合作，带细个囡仔去派出所参观，唔但互囡仔了解警察制度，嘛透过这个机会宣传交通安全，教囡仔守法的观念。
细汉囡仔咧骑缩小版的奥多拜，食尔高水。上细甲看，伊骑的竟然是警察局的奥多拜。另外一边，阁有全副武装的小小警察。这是分林的大西派出所，和乡内幼儿园合作，和一寡囡仔做回来派出所参访。因为我们的主题活动就是在走帽子，所以我们跟孩子延伸到就是警察为什么会戴帽子，所以他们想要来询问警察，说帽子有哪一些，然后戴帽子的功能在哪里。幼儿园的老师带学生囡仔来到派出所，除了学习帽仔种类，还阁有了解到警察的装备和工课，而且警方也透过导读等等的方式来向囡仔宣导交通安全和守法观念，让他们了解警察的勤务器械，还有一些装备的穿着，然后最主要的是建立从小有这个守法，然后守交通安全规则的观念。好啊，晚上发亮的，我只拿到1根笔而已。看这寡囡仔，大家算甲喙笑目笑，唔但是增加因对警察的亲切感，嘛慢慢啊对这个职业产生兴趣。记者综合报道。伫都市内，囡仔资源较济，爱啥有啥。啊，若庄脚所在囡仔想要买文具、脚踏车，还是新补鞋啊，拢有较困难。有民间团体即摆就带学生囡仔，家己动手做手工艺来交换礼物，达成家己的愿望。规定学生囡仔咧做飞鸭盘，毋是咧上美术课，是为着要用工艺品来交换因的愿望礼物。有人想要换文具、册牌啊。也有人想要爱超市的礼券，希望替厝里减少生活负担，着学生达成愿望，换到一只册刀啊，真感恩也真欢喜。谢谢叔叔跟阿姨们送我，普通日常都会用到的东西，我很开心可以拿到一个书桌。我是得到了水壶，因为我平常爱运动，我的水壶容量很小，所以我就许下这个愿望。伫庄脚所在资源相对较欠缺，有民间团体举办公益活动，安排专家甲国小的学生做工艺品，伫山顶义卖来交换因愿望当中的礼物。其实最初的缘起是希望说，透过一个许愿跟他们自己做作品去做一个礼物的交换。最主要我们是希望帮助到我们南投县偏乡的孩子们。这个计划，互学生囡仔家己亲手做工艺品交换礼物，毋但是提供帮赞，也互因了解无白白摕到的礼物。民间团体也希望这个活动有愈侪善心人士相挺，斗阵做公益，互社会更加温暖。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新闻，咱来关心，伫耶诞假期，美国职业篮球 NBA 有安排5场耶诞大战，其中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 LeBron James 摕到全队上悬39分，互伊赢过传奇球星 Kobe Bryant 摕到耶诞大战得分的冠军王。咱来看顶礼拜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接到队友的传球，轻轻松松将球放入去篮内面摕2分。美国 NBA 洛杉矶湖人的詹姆斯以个人第16遍的圣诞节出赛，这场对篮网，詹姆斯摕39分，可以超过传奇球星布莱恩，以405分排伫圣诞大战得分王。不过真可惜，湖人伫咧最后的反攻无够力，上尾啊115比122输球，5连败。Well, I'm not a very patient person, obviously, bu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bviously, without our head coach, excuse me, without our head coach, and tonight we finally got a couple of our key guys back, but we're still missing a few. You just try to stay, even keel, and obviously, this losing streak is not something that none of us want. 今年总共有5场圣诞大战，其中勇士对太阳，那是联名战绩前2名的对决。勇士的科瑞也被摆脱圣诞大战手软的摆名，结果科瑞得到全场上悬的33分，带勇士打败太阳，重新坐起哩联名的领头。同款伫圣诞节继续开战的，还有英超脚球联赛。不过伫最近英国疫情大爆发，单日确诊一直创新高。英超也真侪队职员确诊，好像这场比赛拢被迫延期，包括兵工厂拜利加狼队，一个利兹联队甲阿斯顿维拉的比赛拢宣布延期。阿斯顿维拉的主将杰拉德检测也是阳性，被迫隔离。敢若是12月英超就15场比赛延期。因那明年2月要进行的北京冬奥，已经有真侪国家宣布要延期到底制。
二是日本也讲未派政府官员参加，只敢拿奥运相关人员的去，选手也会去参加比赛。我が国としては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普遍的価値である自由、基本的人権の尊重、法の支配が中国においても保障される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こうした我が国の立場については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中国側に直接働きかけ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拢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理由，未派政府官员参加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不过，2024年巴黎奥运的主办国家法国已经讲未外交抵制。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天气寒，乡亲爱穿好少。下半部天气变化三款，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1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是9度至1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将亲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